总述系辞大志，宣圣讲义。系辞者，系于义之辞也。义有象有辞，象是其数，辞明其义。得夫象者，不及辞，不得于象，则求于辞。辞以明义，非谓圣人之义也。圣人以作卦义，义在象中，而象有所现，故名卦名爻。卦以卦之，爻以效之，皆具义以盖百，指义以包余。而人不知尽之，则有是夫辞。辞以尽卦爻之意云耳。辞自卦爻出，则经中彖象文言之所谓也。而系辞则又系于彖象文言之辞，以其系也。不称经，而曰传。传者，传经者也。经中文辞，或详或略，或多或寡，以其于时。不必详则略之，不必多则寡之。而周易文王作也，时丁纣王暴政略明，心非而口难说，乃委曲及卦爻以示其意。则有宜详者亦略焉，宜多者亦寡焉。以明者保身，言文不惑，所必审也。辞不能尽其意，而义不可达其用，故周公不知。周公得诸口授，揣诸心运者，申之以己见，参之以旧闻。故象辞较明显者，皆其作数也。而有谓权者，丘窃取其意而被谓之辞。此系辞之由来。盖本诸文周，而促成于丘。所少数者，夏商之夷，古义之义，重演其义，推广其言，以其有弊于义耳。义者义也，犹不义以变义，此一生二。二生三之道与数所者，故以义名。而自太极始，然太极不在卦爻内，则易经中无其名。经无其名，传述其本，故素易之始，不得不自太极。义者言数者也。数虽见于卦爻之位，称乎九六之名，而其所先，谓之详也。义数之先，河图也，洛书也。今不及河洛，传则追溯之，是传之有弊于经也。谓其制度有书，体裁不类，则经不载，而志为传。经不详，而系以辞。此系辞传者，义之于义，卦象之详解，而辞文之序也。系辞之文颇多，今已失其半矣。原本首节前，上有数节，系数义之所使。今仅存后亦有太极一节，若以之于手，则文气不合。以手有事故二字，
缘承前节而来者也。苟更为之不出，则尚须不及以前数节。兹拟旧所存者，顺其次序，曰为章节。其已确者，可于讲义中补述其意，而不加其文，则较易于正视耳。原文上传与下传两首节，本连贯为一章，竟错作两传之时，是亦使读者有难通会之处，以皆总是大旨也。译之为书各节，即叙事一经作者之心，而追溯圣人志义之大。其关于明天道者，明鬼神者，明卜筮者，明政治文教者，明性命者，明用力者，明得失人事者，明为实卦得者，各有分类，亦各言述与溯源，不相混也。亦之有彖象，有卦爻，即为一之体用所存，有吉凶，有悔令，则为一之得用所在，有时位，有应变，则为一之常变所分，有趋避，有顺逆，则为一之人道所重。故义者天人合道，十位兼备，三才济聚，六位周流，有阴与阳，以定其刚柔生成之权，有往与复，以辨其进退脏否之道，有人以常之，义以治之，礼以齐之，信以易之，有缘以先之，亨以通之，利以继之，贞以正之，是以有道以大之化之，有德以归之犯之，有类以别之，有辩以达之，则无用不疑，无形不脏，则天者亦无为，神者亦无忌，显者无漏，隐者无藏，皆归于中，抵于和，主于情性，成于道德矣。故系此者，言文之精，义教之宗，不可不读者也。第一章，第一节，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变化见矣，宣圣讲义。此系第一章提纲，以明义卦设象之纲要，立辞之大旨，而见周易成规，有一夫前义者也。盖古代易，本有三种，今犹存汉魏丛书中。一连山易，艮为首，易归藏易；坤为首，易乾坤易；乾为首，文王所访者，即干守坤次之意。故系此首是其要。干为天，坤为地，干上坤下。故曰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
定者定其位，位者八卦方位，干上坤下，原系伏羲氏所作八卦方位，而传至文王，使更创立离南坎北方位之序。后人以此称前者为先天卦位，后者为后天卦位，实则无先后天，乃正变立耳。先天者正立，后天者变立。文王推伏羲之变，而为势利，民议之为义，包各变异，不变不为义，变越多，义越妙，用越深，故一变而伏羲方位，成文王方位，变其序，而名未改，变其位，而得不义，变其用，而体人存。故文王八卦方位，虽以离坎代乾坤，而64卦次序，仍以乾坤观诸卦，此用变而体不变也。体不变者，一生于一，一生于无，无极而太极，无极不可说，太极可说，而不可分。太极生两仪，是由一分二，故一之先，不在一中，故曰一无体。无体者，卦不得列其体耳。体不变，则不得名义。以义者变义也，变义者生之又生，故曰生生之谓义。由父生子，子生孙，生生不已，方谓之义。而义原本于义也。一者极也，极者中也，终极者，道之主宰。推而下之，谓之天地；肃而上之，谓之太一。故礼曰：夫礼必本于太一，分而为天地。故就一言义，当自天地始，盖天地以分，万有以具之象也。天地既为其常，则言方位，亦以天地为主。天尊的卑，不独服役卦位如是，文王卦位亦当如是。而关于宇宙自然之象，故亦当如是也。天地既定位矣，则义之谓亦定。义之谓虽有变立，而其原来之谓不异。是以文王64卦之序，人守乾坤，亦如上士乾坤义。干向天，坤向地，凡独异者无不知之。而周易之守乾坤，不以离坎始，与八卦方位有殊，其中奥巧，人多不知。故系辞特接之曰：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矣。盖天居高而自尊，的居下而自卑，此宇宙不义者也。不义者，所以主宰其变异者。乾坤既定于上下，则各卦皆由乾坤生，故一定字，名其为位而不可移。虽以后亦未有一之者，谓之变立则可。
可也。乾坤者义之主，如一国之君后，君后之位，不可失也。失位则国乱，失乾坤之位，则易道混沌矣。故周易自乾坤开其端，亦如伏羲也。方位虽殊，定位不乱，此系此守一句，盖是其要义矣。不然既称周易，胡不以离坎位哉？离坎故世代与乾坤之位，而不可称为定位。以君后之位，虽可假于辅弼处二，以摄行其政，监理其国，而不得视为即君后也。故乾坤定位，实由天尊的非自然之象来，互卦的天交泰的反居天上，以成交福之用，此其德也，而非定位。若天地否者，方位定位，而以其德用，否格不通，反失于生生之道，是谓与时之义，正与变之分，而体用之不一也。义故众变异，况在后天者乎？故乾坤定于上下，乃天地自然之序，由此以往则变矣，变则反其序矣，易其位矣。故离南坎北，而乾坤居于四隅，干下坤上，而天地成为交泰，此卦用不可尽也。而系辞则溯其源，反其本，本源不失，得用思招，故曰卑高以成，贵贱位矣。卑者的也，而在先；高者天也，而在后。是即的天交易之象也。不然乎不曰高卑，而曰卑高哉？且臣者，言如君武之政，必参伍相错，行列相交，有序而不分，有法而不治。在前者，或后之；在左者，或右之。进退有度，行止有节，则可见其贵贱矣。贵贱者，有主与从，上与下，有木之根与叶，水之源与流。贵者尊，则寡而统众；贱者卑，则众而奉寡。此贵贱由于其位变之，而理位字，则异乎定位也。定位不宜，此谓恒易。盖换言之，即贵贱由资别耳。卑者且上，高者且下，则贵者自贵，而不以贵交之。贱者自贱，而不以贱如己，皆便于位焉，其余等焉，而不可乱矣。动静亦无碍矣。盖交服者，有其常道；升降者，有其常数。故曰动静有常。动者阳而静者阴，阳刚而阴柔，阳与阴既明，刚与柔乃绝。
断者绝也，亦辨别之意。故曰刚柔断矣。贵贱以位言，动静以行言，刚柔以德言，而皆始于阴与阳。阳贵而阴贱，阳动而阴静，阳刚而阴柔。推之阳升而阴降，阳高而阴卑，皆以乾坤为本。干阳也，坤阴也。理所谓转而为阴阳者，即天地也。天阳之基也，的阴之基也。斯二者两仪之象，而生于太极。故义者以太极所生所变所分转者，则在先天也，后天也，伏羲也，文王也。何非同出而异名乎？同者不异，异者谓之异。异以不异，不异以异，则异之大纲要也。故常者与变对，有常即有变；断者与异疏，有断即有异。异同而断异，长久而变速。系体思义，自明系辞之所至。方以类聚二句，数义之为类位别。亦由前贵贱之谓，刚柔之德，各不混也。总括之，皆阴阳所生，阴有其类，阳有其群，亦非一二物与事也。越分越重，越深越繁，生生不已，则义之为类位群者，亦日见其多，而得之为刚为柔，性之为阴为阳者，自日见其象矣。亦道不可量，而有位以辨之；亦庸不可穷，而有方以别之。亦之为象，不可尽举，而有物事以包纳之。亦之为名，不可备数，而有数度以统计之。故自天地纪分，阴阳纪判，卑高纪义，动静纪书，则谓名者有其称，谓象者有所指，谓德者有可述，谓用者有能知，则皆如列之以方，序之以次，纳之以等级，其之以规范，而无不明矣。方者天地之所定位，日月之所循行，名有东南西北，四正四余，谓之八方，而非一定不易者也。盖由方定位判之，如在东向西立者，亦夫由南向北者矣。以天地言故有定，以人物言则无方。言方而直义者，将不能通义之得用矣。然方虽无定而类可有记，则在一方者，必其类也。方之赤道近者，气候必热，谓物者亦皆其地宜生。如寒带近者，气候必寒，谓物亦必皆其地宜生者。温带亦然，虽所生物多于寒热带，而其为类自明，宜其地则不良于生长矣。
故类以方位具，天之道也，的之一也。而物之以群分者，亦由是焉。祥者所共生共存，相得相爱者也。如陆得居者，必乐于陆；水中居者，必乐于水。水陆者的之意，而物亦以群分属焉。是物之生，情性使然，未可强也。方有其象，物有其群。方与类者，相生相至，而各有其情，相爱相仇，而各有其志，则所好者所恶者由是变焉。故吉凶生矣。好恶出于情欲，吉凶明于实用。此义之道越变越分，而各有其去何矣。盖莫不怨于阴阳焉。阴在好静而悦柔，阳者好动而慕刚，则所恶者，及其所反；所仇者，及其所及。如人之有善恶也，物之有良有也，气之有成语也，事之有正邪也。各视其事，而非其非，则皆谓类聚，谓群分。非其类者不得尽之，非其群者相与聚之。故爱仇相应，生杀相应。天之有寒暑，地之有高洼，其事也。数之所成，理之所至，而莫可易也。故吉凶由此生。好之者吉，恶之者凶。爱之者成其吉，仇之者成其凶。皆相反相贼，不得止之。此由二气而生五行之时矣。二气者一而已，五行则相生相至。二气者变而已，五行则相好相仇。故水木火土金相合，水火金木土相贼。合者吉，贼者凶。不得其情则疑，疑则忌，忌则恨，恨则仇杀之心生。苟反是者，其情相近，其志相同，其行相亲，其所为相慕，则类也，群也，痛也。同则为吉，否则类为非类，群为难群，则异也。异则为凶，不必求其果，但审其因；不必见诸行，但明其志。此吉凶之生，非时非位，而莫达于时位。非数而时成于数，非道而分于道。盖自两仪计判，有其一必具其二。有善思有恶，有爱思有仇，不可免矣。而德不孤，行不独，故曰类聚，曰群分。以在两仪后，偶而后生成也。偶者阴也，阳众亦偶也，则反偶者非阴即过阳。过阳由阴，过阴由阳，
故肝上九亢龙有会，阳之过也。坤上六阴移于阳，阴之过也。过则反其类，故吉凶生于一同，成于过反，而道贵得中。中则元吉，元吉至吉，无不及矣。吉与凶对，元吉无对，则有至善。至善无恶，此性也。性至善而道元吉，故圣人不择乎形而下也。夫物有象有形，而数有生有化，此天地既定之后，所可见者，所可言者，天地者亦有其象数，有其生化矣。而最明著者，天之日月星辰，风云雷雨，地之水陆山河，木石动植，皆是也。而皆有其常与变焉。常者谓之季度，变者谓之运数。季度者变而有常，运数者常而有变。盖星移斗转，岁时寒暑，天之变也。而有常，蓝烟潮汐，高洼疏湿，地之变也。而亦有定，定于位者变于时，常于道者变于用。故日月者升降待明，风雷者震落来往，山河者滞留分明，悲蛙者高下流停，皆变而有其数，常而不失其用。在天有其象，则万物亦象之；在地成其形，则万类者亦行之。此义之为义，以喻于卦与爻中，而其变化，由各爻可见之矣。卦有阴阳，爻有刚柔，数有奇偶，形有升降，列有时位，序有主宾。三吉定其刚，六位秉其行，十位主其德，消息变其情。故生也有其象，成也有其形，出也见其化，终也见其变，是所谓义与天地准者也。天地上可由义见其变化，况其下者乎？故义者象形之事，象该乎数，形该乎道。形象者道数之别名，名乎道数，即知其变化矣。宗注附注，系辞首节。天尊的卑，即指先天发达方位而言。尊卑对举，乾坤分位，非天在地上，乃天包的外。以尊者广大之辞，卑者爱惜之辞。由天地分立以来，乾坤自太极出，两仪始判，无所谓尊卑也。后以见天者清清，地者重浊，清则生阳而凌空，所包者广，浊则凝固而坚定，所成者爱。故地在天中，而尊卑乃定。故八卦之象，亦以干支阳爻图为最尊大，
而坤之阴爻图次之。阳爻图者，阴爻图所自变，变则较小矣。如人物出生者，必小于其母体，然见长亦见大，如其所生。是坤之德不能如干之大，而义之谓遂有尊卑之分。尊卑既分，乾坤思定，而后天以生化为本，定则不生不化，故周易卦序，以为既未终，既未定，生化将绝不的序，则易之用穷矣。道永不绝，易道永不穷，故定不足以尽易之用，而既定者动也。动则尊者卑矣，卑者高矣，故曰卑高以成。尊与卑对，高与下对，卑不及尊，高不及下，使古文简略之力，称卑即盖尊，称高即该下。言卑者反上，尊者反下，互相交服，以成太卦之用。不交则未否，天道否塞，世道为乱，人道思灭，更何异道可言？故谓从于先，而用交于后。交则干反下坤矣。高者自卑，则见者反贵，贵与见非定名。在上者贵，诚实者贵，得位者贵。故太卦的反比天贵，为天自降，以就地之下。此干九四或月在渊之用，而其道未革，故曰干道乃革。革谓去故，以对在离上，谓相对出于坤，而离待乾。干降则离亦不得不下，坤生则对亦不得不上。此革之象继承太也，太为正，革为变，变革之术，当时之必。故革命者顺天应人，以人计时。此卦用重时，而其得重动，故贵贱者以位名。正位当时自贵，非位为实则见矣。故乾以95位至尊至贵之位，而革反以62当之。62者坤之正位，故不足与95比。至革则反胜之。此汤武以成而克桀纣之君矣。桀纣非不尊，非不贵，失其德位，为于天时，遂反位贱。此贵贱之位，非定位也，与上乾坤定位不同。此一人多乎之，以为先天后天之书，乃伏羲文王之意，不知此乃易道原有之用。体用自有之，伏羲者其体，文王弘其用耳。正如人在地下，是日月在天，以为日月之位，高于人与地，而不知夜间日反入人地之下，会朔月反行人的之辈乎？此的火明矣。明入地中，日在地下矣。
日在地下，人反在上。天意如之，天反在人地之下，则观天之定位，而谓永无变异者物也。故后天八卦，乾坤反在四余，而推理坎主其上下，此贵贱之谓，非原定之谓也明矣。动静有常，以卦主动而动前有静，动后人静，动故属于变，然变不失其常，则以天道变而永不失其尊，如1岁40变也。而年年如是，终而又始则长也。一变一常，刚柔乃判。刚柔者，乾坤之德，故杂卦传首曰干刚坤柔。第2节，刚柔者，立本者也，意指乾坤为权益之本也。权益卦爻，皆本乾坤，皆以刚柔判其德用，则由其动静言。动者成乎刚，静者成乎柔。老子曰：静为造君，造即动也。在卦分属艮正，艮者止，正则动。艮止为静卦，正动为造卦，而两卦皆阳。阳在出则正，在上则艮，而颠倒之，则一卦也。皆两阴一阳，阳在出者主静，故谓动；躁在上者主退，故谓静。静非退，而退终必归于静。此动静皆由阳言，阳之静也，谓刚之常。反而谓退，则谓阳刚之消，即阴柔之常也。故刚始于腹，终于包，而柔始于垢，终于绝，此六化卦也。刚柔一进一退，即一长一消，虽阴降阳生，而卦自下始，则在下者无不进，在上者无不退也。进退之间，刚柔之道以判，正谓刚之常，艮即柔之静，故艮者现也，现于其极也。若就阴卦言，则巽谓进而兑谓退，巽兑亦由正艮，皆偏刚偏柔失其中和，为离坎得中。故离坎足待乾坤，离刚在外，坎刚在中，以爻言，少者谓贵，故阳爻少者卦谓阳，阴爻少者卦谓阴。此贵贱以多少分，非重阳轻阴之力也。故刚柔之判，必是卦爻之动静。阳动于下则刚长，阴动于出则柔长，皆动变所成。不动不变，则无以别之。动变故有长度，则刚柔亦有至德。如干纯刚，坤纯柔，刚柔不得相产，则虽动亦无变，以其为定中之动也。果忏则动必变，而消长以明。越动越变，
消长之机越显，如太否是也。太否半干半坤，而上下各异。干下坤上为亥，乃为阳长阴消，而刚柔得其平。否则反是。盖刚者君子之德，柔者小人之行。故太尉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否则反是。所谓道者，指其行也。若指则与之亦成反正，指与行对，即更正颠倒之象。顺夫正则刚日盛，顺夫艮则柔日佳。故柔在外者道之用，柔在内者道之贼也。为柔一味呵顺，失其真故之德，则魔所守。此小人之贪禄位而行险之象也。故否者小人得志之时，刚柔虽各平允，而内外异，是其失位与时之差。故谓时者，吉凶之柄，利害之殊。果乖未时，虽有智勇，魔所失之。故卦本在位，爻本在时，位见其变，时见其通。通于时者，永享其位；变于位者，恒失其时。时位互相因也。6295，谓之位也。9265，谓之时也。此易卦待用存焉。读者识之。首节在天二句，为易卦爻取法之本。后文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诸宇，正为此注脚。因卦象物，首字乾坤，干象天，坤法地。故在天者属诸乾，在地者属诸坤。亦即后文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之意。天在高，而日月星辰皆天之象，的居下，而山河动植皆属地之行，是以日月之行，星辰之度，天道所见也。山河之状，动植之情，皆地道所真也。日月星辰，天时不移，则天者亦见其变矣。山河动植，无的不有，则地者亦以明其化矣。盖变化出于天地，而应于人物。天地垂视其范，人物依循其形。此意之所谓变化，即自然之现象，不以时而书，不以方而易者，天地之道也。随时而动，因方而变者也，天地之用也。道与用有体与用，各尽其妙，而不相违。此天有常变，的亦有常变，常变之术，盖在卦爻中见之。故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皆人物之所秉受，所虑循，而亦随其变化以至无尽。故亦谓人道力。人生天地间，
舍法则天地无以为生，无以为养，无以成，无以化，义之为义。义法则天地以示于人而已。故阴阳刚柔者，为天地而定名；仁义者，为法则天地而定人道之名。此人道重在仁义也。天之显阳，德之刚柔，故必知之，必循之，而非如人意之必身体力行也。故天之象，为人垂视；德之行，为人见履；而变化者，为人法则，为人律循，以辨其常变，守其中和，义之以仁义而已。故变化之见，吉凶之所判，而吉凶之名；德业之所成，德业者仁义之所为条目；身心所奉行者，行也止业，处也出业。莫不由之以见其德者其业。此人道之于变化，非炫其神奇，招其怪诞，如方士之以术惑事，异端之以计于民也。仁义之道不明，则变化又悉用哉？天之象，德之行，又悉谓哉？故日月之行，人不得而易之；星辰之度，人否得而改之；山河之势，人不得而无之；动植之身，人不得而灭之。皆自然生成变化者，人知之明之可也。不得是谓神奇，目谓怪诞，则变者异常，化者亦归于正。此魁卦之所示，与小处遇与则吉，群夷王也之所至，足以见人道别有众矣。见所未见，此见之隔阂；欲所不欲，此行之蒙蔽，非义也。故义是变化，正欲人知其正常，非屈人趋于变化也。此教祖立教之旨，务使人守其一，保其真，明于物，而见其性，以驱除昏惑，戒绝淡忘，则人亦长存，而与天地同其道矣。第二节八卦陈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众之，爻在其中矣。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。系辞焉而命之，动在其中矣。吉凶毁令者，生乎动者也。刚柔者立本者也，变通者去实者也。谨按此节，系经本下篇第1章第1节。宣圣讲义，八卦陈列一节，即承上节，而明述一卦之志，由八卦推至64卦之得用也。卦以八卦为纲，而始于干上分下，此首节方位之所由定，变化之所由生也。方位既定，则八卦陈列，变化既生，
则众卦成体。所谓八卦者，只为众之卦，即直卦，或曰元卦，以初化卦时所至三化之卦也。所谓八者，乾坤坎离，正巽艮兑，而在伏羲之时，有此八卦，亦即有众卦所成之64卦，故名前者为元卦，后者为众卦。元卦止于八，众卦则八与八胜，共得64。而八卦亦有众者，如六化之乾坤氏，则名之为纯卦。盖卦由本卦所中也。若其他各卦，则皆合两元卦而成，如坎震为屯，艮坎为蒙氏。然纯卦亦有非本卦所中者，如宜中孚大小过，则非一元卦之中，而为两元卦之和。其亦称纯卦者，谓与他卦由一卦颠倒成两者异，则颠倒皆同此卦象者为纯卦耳。故八卦之众，乃必为64卦之象，众则变化见焉。首节所谓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者，故盖指天地万物，而由一卦言，则可视为在上成象，在下成形。上下者，众卦分为两，自出至三爻，下卦也；自四至上爻，上卦也。下体夫坤，则的也；上体夫乾，则天也。由爻名之，初二为地爻，上五为天爻，三四则人爻也。然变化之大本存乎天地，故三四虽为中爻，而非正位，必以六二为下卦之正，九五为上卦之中，则人以天地分主一切，而见变化之源耳。八卦陈列者，言首节方位，由位言位列，由土言位圆。圆者取天之象，列者明德之形。亦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之意。故八卦自有方圆之序，圆法天，方法地，而陈列，则本地位，以推其次耳。因列而见其先后，明其始终。此所谓象在中者。象者卦爻之统称，而此处则重在卦，下句以名言爻矣。卦以象物，而先自有其象，则亦由卦之陈列见之。盖既称列，非独有也，必连接上下，交界左右，则由上而下者直列，亦谓之行；由左而右者平列，亦谓之武。行武者皆聚众于一，有其地位，有其等类。此即首节卑高以成二句之意。成有列也，位则分也，分者现也。如人立于其处不移也，故曰定。分首分不失，
则其列不乱。八卦之列不乱者，亦有天生之序也。故象由列变，谓由方明，而以卦言，则所谓爻也。其出名夷，即阳夷、阳爻图、阴夷、阴爻图也。阳爻图、阴爻图相列则卦成，斯即卦之象。卦不得外阳爻图、阴爻图以为象，既有阳爻图、阴爻图之列，即可见卦之象，故曰象在其中。但此指三化者言，则三化者，阴阳不分，而未交。天地虽定，而未合，则其所象者直也，所化者原位也。故用不招，而得不广，必因而众之，而后可尽卦之道，推义之情。众者加其一象，合谓两耳，则如前者，原为阳三爻图，众之则为阳六爻图，坤者原为阴三爻图，众之则为阴六爻图。是众者，三化众为六化，而阴阳始合，天地始交。盖三化集于三位，谓其者二，谓偶者一，一与二不能交合，以不匹敌也。众之而为六化，则成六位，六则为其位偶各半，则相匹敌而能交合矣。故卦之六柱者，初与四，二与五，三与上，皆谓应，则原相配也。出奇而四偶，二阴而五阳，三刚而上柔，皆合夫匹敌之情。不问其为爻何属，而以谓言，则以服于一阴一阳之道矣。然位者体，而爻位用；位者主，而爻位宾；位不义，而爻可移；位恒久，而爻多变。故以六位之交合，而卦用以彰；却以六爻之随从，而十位以变。则谓原体与变用之意，不称其位，而重在爻。爻者非同，称每卦中之六化，乃分称一位中之两仪，即所谓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为阳爻，阴爻图为阴爻。不问在何位也。在初则阳爻图者谓初九，阴爻图者谓初六，是九六之名，谓爻之名。而初上之名，则谓之名。故谓以重而后爻可名。若谓重者，则虽有阳爻图或阴爻图之象，不得称九与六之名，以其位交位合，不得有生有成也。生成者，合图之数，天地生水，得六成之，由一至十。未生者五，未成者五。若仅三化卦，数集于三，
江河生成灾，盖天一生水，必得的六以成之耳。凡卦之称象者，自四象始，称谓者，至六位中。而爻则虽有六爻之名，失尽阳与阴，及九与六，则统称卦爻者，亦乎此处之卦爻矣。故八卦之众，而为64卦；一卦爻之众，而为384爻者，乃后人统称全义之卦与爻，而非此节之卦与爻。此节称卦止于八，称爻止于阳九阴六，以其为卦爻之本体耳。64卦，反其本始，仍归于八卦。384爻，反其本源，仍止阳九阴六二爻。故众者卦，而爻在其中，象也爻也，皆包于乾坤。干之为爻名九，坤之为爻名六。不问在何卦也，名乾坤之用，即得九六之用。此干卦有用九，坤卦有用六，其辞实贯全亦各卦爻，而言卦爻者皆必素之。故系辞首皆乾坤，以明全义之主宰。乾坤者，故谓八卦之父母，亦即64卦384爻之本根。而其为类则阳与阴，未得则刚与柔。阳与阴无不相求，刚与柔无不相推。求者情之和，推者用之敌，以其义也。义则相求，以其痛也。同则相聚，痛义之间，乃见其变。故曰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。由卦象言，则阳爻图与阴爻图之相交，互相抵排，相匹以为偶，相敌以为仇，总不外刚柔之推杠耳。乾以交夫坤，坤以协夫乾，则八卦生，64卦成。阳爻图以匹于阴爻图，阴爻图以敌于阳爻图，则384爻出，皆其变也。不变不生不出，而不推不变，如水与火不相制，不见其功用，相制越急，生变越繁，此一定不义者也。故变见于刚柔相推，而用成于阴阳相当，卦也爻也。不过因而象之，象虽可数，而其志也无尽，此义之所明。以变亦未到，生生为利者也，而皆本乎阳。阳者动，动则生以变矣，不动则何生何变哉？故观义者观其变，观变者观其动，而动之先有静焉，知其静则得其动矣。动变不居，静常可守，此形而上，形而下，所以分也。系辞焉而命之
之二句，谓一生为，人多为名。此系辞非指传，乃卦爻所系之辞。即经中彖曰象曰之文也。然何以称系辞？则以义之为道，重在变易。变必有常，易必有宗。故八卦成象，必本于太极；六爻成形，必出于两仪。而曰卦曰爻，皆是其有自来。如往之在纲，依之有令，万变不失其宗也。卦者卦也，玄之也；爻者交也，合之也。言如以神贯物，以线串珠，有其类也。卦以示其有端，交以明其有阻。卦谓单举，则皆其总端，而以下皆顺然成串。爻者合成，如纠绳所逃，则顺其始祖。以下皆交合离然不乱，皆有本有末，有合有分，故义之为道必如此。而谓象谓辞亦必如此，是以辞谓之系。系由卦与爻也，系其一端，而知其他端，系其始祖，则得其中尽之统序也。故凡义之辞，皆系辞也，皆系于太极，组于两仪。而辨其何始合中，孰分孰合也。是之言文章者，必以起承转合，谓始终定式。天下之事物理数亦如之，有守必有为，有开必有合，则后天道数自然之力也。义辞更不得有为此力，故辞者指其所知，知者自此达彼，自始气中之所有所行也。辞以记象，象不尽者，辞以序之，则义之辞。卦爻之所推演而言长之耳。故系辞于卦爻以弘其用，系于义以大其道。而经外之辞则又系于经，系于原有卦爻之辞。此所以亦称系辞。而经之系辞二句，实为是经中之辞。明卦爻有不足者，则有辞在。辞之所指，正同于卦爻之象。卦爻辞三者一也，而皆出于道数。道数者自天命之，则系辞亦命之一。命者分辨之，审酌之以为之明耳。明与命应尽而异通，故称明曰命。明命者定也，命之者，定其名分也。以卦爻成于手，辞文出于口。命者口之所呼，明者身之所视，故自从口。明与命皆有口在下，可见其所发者口也。系以辞而定以明，则其动变可知矣。动故对静言，而义用重在动，静则非义，以非观变义之道也。动而后阴阳分，
此太极亦以动而生两仪，动而后40成。此天时亦以动而分节后，动而后吉凶明。此人事亦以动而见利害，故不动则无益，亦以动成。而动者本乎自然，终有其利，无力则不动。义之动，则由刚柔相推，推则力生焉。刚者至健，柔者至顺，顺以无力，不知以顺于健，其力亦大。此则反动之力，如以食击水，水虽不足，而波似溅，所备之广，较10倍。此柔力之胜刚也，而刚为原动力，故不推不见其力，越推越明其功。卦爻者一夫动者也，有爻则有刚柔，有卦则有阴阳，而相磨相当以成动，则天道以明，地道以生，人道以显。故命其名而别其类者，动在其中，类之相及，有同有反。同者动于内，反者动于外，如两间相及，其动者本体。若以间细脆，则动在背细者，是皆动也，而未变不一。动则有变故矣，而变必属动则未然。盖变有自变者，有为外力所变者，有非变而中变者，其情各殊。故动与变，亦若主宾，其地位殊也，而意在明变。变大律因于动，此命名所观，指其动之源而已。如春夏秋各名也。因而知天时之变，由于日之动也。其他事物亦皆如是。天时不得无变，即由日月星辰不能无动。动在变中，体会得之，而后有其名。名出则人皆知之，而以命之，则凡其义者皆知之。是亦垂象是亦之旨。垂象于卦爻，是亦于系辞，则有名可名，有用可指。而命自又含有天命之意，天所命者，亦从而名之。如乾坤天地也，天命之为天地，亦名之为乾坤。如冬寒夏暑，日明夜暗，皆天命之，而人名之。天命之非果有所命令也，不过自然如是云耳。自然如是，故谓之天命。盖非人所为，物所使，则必有谓之使之者，则归诸天。故不曰名而曰命，言以速定也。速定者，人不能移易之，意亦不能更改之，此则命之之意也。命而名之卦爻，而系辞焉，则义之动皆在其中，而吉凶毁令皆由之生矣。吉与凶对，
事之顺，而成于利，发于善，而得其功者吉也。事之逆，而成于害，发于恶，而得其祸者凶也。毁与令书，行之正而有名者不讳，毁则先见其过矣。行之大而有造者不令，令者先者其必矣。必者不明，过者失终，失终者无论何过，皆必疑后悔。不明者无问何事，皆必有所令。令自勿言，谓色，谓小，谓暧昧，而毁则谓物，谓谦谓鲁莽，皆义之所不取。若以修己言，则毁甚于令也。吉凶毁令，皆以动身，不动则无吉凶，亦无毁令。而毁与令者，心之所感；吉与凶者，身之所封。是吉凶在物，而毁令关乎己。毁则圣人所重，令则愚人所为。盖毁犹不失为善改过者，令则忠于恶矣。故卦用内争外规，皆谓常例。争谓守正不失，毁则知过能改，以在内其志未抗。其情上约，则能自胜；在外其志亦骄，其情自傲。故恒于救，救者不知悔，悔则免救。故曰无救者善不过。若令则虽似习之而不甘于自忏，闻过是非，较辞强辩，以重其咎，则为道之所忌。故毁谓尽善，令则临恶，此其别也。而在未动时，君无知，以其成于行，起于思，偏于情，欲误于辨识，则由之与时之殊也。知者良知，性中之灵，不以物感而惧。识者情识，情欲之始，则由物感而生。故礼曰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致知之，然后好物行焉。此可以明吉凶毁令生乎动之意。动由物感，不与物缘，则心不动；而好物不生，则贺吉凶之来，毁令之见哉。唯其有动，则不免矣。亦以动变而后吉凶分，毁令明，此由人事立言也。盖吉凶毁令，为人道有焉。若天地万物，虽有生成变化之术，而无吉凶毁令之分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也。山高水洼，寒凉温宣，此地道也。物在其间，或生或杀，顺其性而已。故无吉凶，无毁令。为人则于天时，变于地利，
情，魁夫数理，是有吉与凶，会与令，以应之，亦为人道利吉，亦以吉凶毁令定人之行止，别人之良友，此亦道利此，首重在此，而关乎义之用者，虽重吉凶毁令，却有其不义之道存，则超乎吉凶毁令之上，为人道之经常，大道之纲要者，即所谓元亨利贞，与人理异性，亦属天者，亦属人者，其详见讲干卦文中，干之四德，转为人之四德，德之不失，术不能干，是以吉凶毁令出乎术也。术由德生成变化，德之不冲，术乃生焉；德之不备，术乃成焉；德之不长，术乃变焉；德之不脏，术乃化焉。故不冲者，出又失也；不备者，既已过矣；不长者，反谓恶矣；不脏者，沦于就利矣。此吉凶毁令，必是所动善之，所谓言、行、思、志，所至也。如自前替，则可免咎；自争恶，则可无悔；自顺时以乐道，则吉；自为天以备德，则凶。皆以其动变之，而必有一定之规，至极之道，以示其本事。彼守正而不屈于邪，向善而不离于恶，此义之为交，有其本意。其本为和，则传所谓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三者一也，总括之，皆刚柔也。故曰刚柔者，立本者也。刚者，干之见，阳之尊也；柔者，坤之顺，阴之卑也。而仁以达之，义以齐之。仁义亦阴亦阳，仁和天，义法地，而推之，则人如春无不生，义如秋无不成。生成之道，仁义之别名也。义以仁为重，故略阴阳而详仁义，而以天远地近，人道失地，先立贞。故以刚柔为本，举刚柔足该于天人之道故矣。而就易卦爻言，虽有阴阳之分，未明其德。若以刚柔论，则显然于其用矣。刚者坚权强固，统明之见；柔者和义软脆，统明之顺。见者上举，顺者下沉；上举者轻轻，下沉者重浊，是其德相反相成。如金与土，金刚而土柔，金以化气，土以吸水，故至真之体。
月见其飞扬，下坠之直，月显其如至，则顺之极者反至于身，见之沉者反复其下，此刚柔之得用，足包形上形下之类，而以定其中和之道焉。谓刚不离柔，柔乐偶刚，思尽其生成之功，全其变化之用矣。故亦以刚柔立本，本者如木之根，水之源，出于先而成于后，发于上而推于下，如太极也。两仪之判，即一刚一柔之分，阳刚与阴柔互相合抱，而各中流不息，此所谓本也。盖两者不息，越重越深，越行越变，故万有皆自此始，万类皆有此分也。而以象言，则人阳爻图与阴爻图也。阳爻图者刚也，阴爻图者柔也。阳爻图、阴爻图合则生其无穷，阳爻图、阴爻图分则生化乃绝。故义之道本于世，而人与物之用亦本于世，二者不可缺一也。故阳不生，独阴不长，刚柔亦然。用之于事必兼该，错之于物必并治，合之于术必具备，魁之于礼必同进。此如夫与妇不可不齐，男与女不可独贵，而亦道阳阳亦阴。故先刚后柔，先后者序也，非分也，类也，非有宣制也，别也，非有贵贱也。明此则明刚柔立本之意矣。天地上不能不合刚柔以生成，而况人乎？人物之性，故有偏于刚与柔者。然不得其匹偶，则不良于生成，不达其变化。故言人道，必其不齐，平其未平，未虚既盈，剖多益寡，束缚于义立本之旨。故义之言刚柔，非徒因其数而治之用，必先变其性而事于中和。中和则无偏无过，则达乎立本之道矣。盖中和者，性之正，情之事，刚柔恰如其分矣。喜怒哀乐者，刚柔之所发，而恒亦偏过，为其图顺夫情，未审于道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言二者等重轻，其多寡，由一夫一妻之欲也。一刚一柔，莫谓增减，则生成之德不尽，而变化之功无量矣。变通者去实者也，此欲即补数益众变异之旨，而非如前属于提纲挈领重要。然以一言，则为名数之本，义之为用，原为明天道以立人道，因天数以治人事之宜，及地利以变物生之通，
则所中者一曰时，一曰位，六爻之极，时在位中。干卦首称与时谐行，是时者一之必中，而言数之必之者也。时者首谓天时，即春夏秋冬，一岁四时。推之则日月运行，寒暑化业之意，更推之星辰禅次，日时始末之度，皆时也。而观夫是运者，有治乱之时；观夫道运者，有龙污之时；观夫方仪者，有行止迁流之时；观夫修养者，有出处显隐之时，皆时也。而其急于平民日用、家族社会及凶庆调，各有所依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变也。又如乡村生息、农工贸易，各有所立所否者，亦皆时之别也。则自黄帝始作甲子，将年月日定之于干支，以五行分别其生克，而后言时之道以备，则时之数明经。此亦道言时亦恒用之。如古之先庚后庚，序之先甲后甲，革之己日，复之七日，即魁卦之归，震卦之辰，皆干支之所宜，为吉凶之所判者。是时者自天时始，系人时中。人时者上书所谓尽受人时，是即黄帝甲子之类。而李王制月令更告人民以时，无非明时以示人情志，因时以指人趋避而已。去时去字，即趋避也。趋古通作去，去时有随时，亦即与时谐行，与时谐吉。所谓先时者杀无赦，不及时者杀无赦，皆上是重时之令，亦即易道去时之教也。去时而曰变通，则以变见于天，通成于人，人以顺天。何曰变通？天视其变，不可易也。人求其通，有可去也。故前半言变，今更即通。通以应变，则吉凶主于我，利害成于人，而时不谓灾矣。在卦大处时也，无妄灾也。知其灾而戒无妄，灾亦无神。得其时则尊大处，时亦有功。此亦卦爻辞所明示者，总不外为此时之用。明其常则知其变，常变皆得，则可会通之。去以避则行止皆服于天，出处皆合于道矣。宗注附注。